大家好，呢度係 Physics.City。咁喺前一次呢，我就講過，如果中學物理好嘅話，將來可能可以做到嘅職業係乜？其中一個可能性呢，就係從事電腦，做一個程式員 programmer。咁如果你一早就決定做 programmer 嘅話，你喺大學嘅時候呢，就可以考慮選擇 computer engineering 或者 computer science 嘅。咁我建議你呢，如果想揀呢兩科嘅其中一科嘅話呢，就揀 computer engineering。呢兩科我分別簡稱做 CE 同 CS。CS 主要係寫 program， 而 CE 呢，除咗寫 program 之外，仲要研究埋 hardware 嘅。你識嘅嘢嘅種類係多啲嘅，你就業嘅選擇就會多啲啦。換句話講，讀 computer science 呢，主要只可以做 programmer， 而揀 CE 嘅話呢，你唔只可以選擇做 programmer， 你發現中意做有關 hardware 嘅嘢都係可以嘅。大原則就係呢，逢係有兩個選擇，你唔知揀邊個話呢，揀一個將來會俾更多選擇你嘅。